周五快閃優惠又嚟啦！全世界最大郵輪 Legend of Seas 鎖定2026年暑假去西班牙首航，罕見出現喺歐洲啊！全球最大最新 Icon 系列郵輪海洋神話號 Legend of the Seas 即將於2026年8月至10月期間首次亦係登陸歐洲，只限短短3個月，22個航次，名額極罕有，錯過就冇啦！呢艘被譽為海上城市嘅巨輪，高達20層，可容納超過7000人，提供超過28種艙房選擇，榮獲富士比認為世界最佳家庭旅遊體驗之一。今日等我推介2個特色航線，最抵玩、最高性價比，7晚暢遊地中海西部，一次過暢遊3大文化強國意大利、法國、西班牙，遊覽世界級藝術名城、歷史古蹟、地中海風情，都只係13200蚊起。第2個推介航線7晚地中海西部，航程結合地中海經典古城，全球最新最大船上設施，一次過享受文化加娛樂。由西班牙出發，玩轉意大利，返到西班牙都只係13000起。嚟緊每個月仲有不同推出嘅優惠，大家記住留意 Polytrips 官網或者 PM 我哋啦。